有输赢吗？有啊，要怎么？扬州的走马弹耳朵。哎，弹耳朵听听。弹耳朵，你下弹鼻子，你下次弹他的，法令有那个秘境好撩嘛？秘境哦，翡翠骨，错吗？木骨木鱼，木係對係韓國嘅那法令人那用避談，他說啊，奇怪。因為聽嘢你係要嚇聲音。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強下來。大家好，我阿峰哥哈。大家好，我係金啊。好，也都係呢流行歌曲組嘅保威正八歲，先來介紹上禮拜評分呢。好，你係繼續衛冕西冠嘅燕鳳。啊，對，上禮拜評分啊。評分啊。哦，上禮拜2比都96分。96分，千高分呢。哇，所以浩源有機會啊哈。有機會哦，今日加油！他今天功夫裝傳出來了。今天之前一道冠，之前4冠咩啊？5冠啊。張俊來嘅時間5冠啊。哦，基本。草木結球。係咪？基本啲人啲節目我搞幾年啊。唔啲呢？唔啲啊。咁不一樣。10禮拜都咩稱號啊？咩稱號啊？耳膜膜啦嚇。係啊，較夾到個歌嘅。夾高一樣。哦，本身咧演咗你要幾標落。冇錯。哦，而家都夾10冠嘅歌。鬆鬆下下咩稱號看啊？哎，你以為我們是本處獎金嘅嘛？9冠嘅時間要行。推製作單位上前嗰度。係啊。來，評審欣賞就幾好嘅介紹嚟。100小先生，70位先生，70位先生，陳偉先生。啊，偉如老師做的好像 model 一樣。哎呦，真的啊！對，哎，你看他跟哲偉老師，他都側坐，大家都正坐，他就這樣。哲偉老師那衣服，你看很搭的。他們中間就要隔一個世慧老師，不知道為什麼。對啊，不知道為什麼一開始是嘉修老師嘛，現在就是偉如老師，我也不知道他們。你是時尚 icon 啊！謝謝。OOTD 都要參考你。真的，謝謝。馬上進行今日比賽。今日 TV 喺來自桃園新婦王文玲帶來團線嘅自由。團線嘅自由。團線嘅自由。談下啦。感情的奧妙，千言萬法猜唔透，愛留記純情的愛情，隨風飄呀飄。永恆。
文林秀镜头，黄以玲啊，黄以玲，黄文玲，查一下诗，查一下诗，替白来，提白落去，替白来哦。我爱度过假白的。海鲜的时间海鲜度过，海鲜是较凊彩啦，有年保养。哪有啊？冇一聽好冇？冇啊，唔咩保養，做得來比嘅。冇啦，冇一聽啦，沒有一記卡影片。喊那個實力就超人，因為帶他沒有評審老師，當然咯，對啊，吼。用嘅開始接觸到客家歌曲啦。就是我平常又是本人唱有哦，喺推當中因都係唱歌，唱客家歌啊，我做嗰是咪點解手機都學唱那樣？哦，真係就特挑戰當後堂。做按簡單哦，做喺糖鹽廠後堂，你喜歡吃到後堂，好唱。哦，就糖到後堂去學習那樣。咁冇糖鹽廠嘅英文歌，後堂係專業學嘅。英國沒有啊？冇。啊，唐嫣在台當來小提琴，哇，好有氣質。嘿，那就專一堂。是專一學。專一學，啊，有沒有做得啦？有運氣、有興趣是第一個動力嘛。對，至少佢哋參加嘅時節，看到有人唱客家歌，按就有連結啊。係啊，我客家要多一三年來學。唱客家歌嘅係冇。啊，你有去我輩學嗎？冇，你就自家看樣片嚟學習咯。歌唱班。張開始學啊！哦，張開始。歌唱班好不錯。哦，張希聽下咯。第一次來比較生疏啦。係啊。慢慢。唔怕，聽得來。慢慢你就開放，好吧？對，就會見你會。好了，像嘉修老師。我呢邊講海了佢哦。係啊，講海了。係啊，我是個聽住都就怪怪，佢哋緊講就唔啲人用班講會聽嗬。我嗱講嗬，唱歌冇硬頸。你在心肝เรา想要表現出來吼，很少我唱歌家出生冇用口練，為下用口練睇做佢唱歌，真大爽。你真會唱歌，不過你唱歌家用口練睇硬個拖到佢生就變體咧，吼，要得真大爽啦。不過你閒擺經驗較多家，你就唱真好，吼。唱歌家記得講，佢特質是吼，攞佢喊定去唱，趕親，係好冇？吼，唱歌很少講到講，歌詞就唱唔出啦，千變萬化嘅變嘅拍，特別唱歌你唱唔出係哦，你哋一是怪彈起來吼，他唱用就唱唔出是吼，很少就說。因為佢就得講，所以唱歌家就得認摸準，喊你撲未摸清準，係咪唱歌家順撲那個順半準，咁個摸要緊，來只要經驗，喊埋來就半起啲好看，加油，好，先生，等陣看見你幫我歌嘛，先看一下分數哈，來，看一下黃文玲嘅分數。分數有較難得嘅啦，係啊，就是份無算一個，喺啲節目當中，一記尾參賽者當中來講90分無過，係啊，唔得嚇，先專心休息嚇，好嘛哈，按這些嚇，累積經驗，對，累積經驗，第一次來也會緊張啦，係啊，第10次來也會緊張，好不好？一吃多了，他都會緊張，唔會冇，你要雙腿唱歌。看狀況，真的哈。我那天如果聲音狀況不是很好的話，就多講點笑話，這樣就還好。對，我覺得講笑話還好啦，你不會像有一些人，有一些那個他們去表演，到國外去表演，然後整場就在跟觀眾在玩。有沒有聽過？整場就頭唱一首，尾唱一首，中間全部就抓來賓客人這樣玩。佢很難，好冇？會互通啊。同台下互通。唔會啊，佢當簡單啊。係啊。對啊。對你嚟講啊，對我嚟講啊，就唱歌較簡單。係啊。嚟，下一位。下一位係吳橋蘭帶來路牌。嚟，彈下啦。
跳篮子吼，哎呦，冲2條歌按幸福嘅感覺，對對對，幸福啊，美滿吼，也笑面笑得順權吼，又好，我帶你奈了。出街下班咩？我去坐遊輪，咩通嚟去？哦，出國也有啊。係咩坐遊輪咩有？哦，遊輪也還冇呀，之前遊輪。之前有啦，疫情前。疫情以前啊。跟你上一檔有度假嘛？冇啦，唔曉度假。冇一搞啊咧。係啊，搞一些咧啊，小賭怡情。小賭怡情，係咪？韓語擺做得去搞一下。哦，係。韓語奈了無？有啊，將台灣有相片。當然是會，聲演是會安排吼，台灣某時去煮，某時古天現在會了新嘅做油啦。每年都會，當然會有啦。家處理行。佢要請個較好嘅飯店本來去待啦。哦。像個老爺啦，還有個圓山佢咪都係嚟待。圓山飯店。你生意賺咁多錢啊？冇啦，佢冇賺錢，佢咪嗰種嘅啊。佢咪上到其實咪突然嚟去啊。冇啊，生意有賺錢，總有辦法喺活在當下啦，係冇啊。你賺冇錢，可能就去黑嘅人離沙啊，咪係。有攀得啦，有攀得。有攀得啦。你上個你很辛苦過來的呀。真的哦，有好。好啦，對，創題來。請這位先生。我哋講鹽城泰飯店吼，就上到當到嗰個咩係樣型，做客家歌，佢嘢特殊、嘢經典，也係講嘢有客家嘅美食。有上時本大家記得係哪叫？我知道，我知道根本嘅扣籃姐姐吼，而家嚇少地位啦。不用輕鬆，而且太緊張嘅，看按倒擺，根本係看正經當緊張，係咩唔定緊張嘛解？我一直。老到講，你唱了種有意味嘅歌曲吼，真正當是合人啲嘛。因為你喺唱按次元嘅抖音啊，又喺講轉啊過來嘅，一定要有成塊嘅經驗，吼，要有成塊嘅立場。我知道怎唱得到按嘅美事，有啲人條條去做，還做唔到。還有我知道你今日偷了首歌曲，同樣我咪知道當是合人。唔過我也係感覺講，你係2個禮拜你身體嘅狀況吼，係咩冇按好。你講感冒啦，又講冷到啦，有咩冷到？係啊，上禮拜冷到忙到好啦。正經嘅睇下冇前嚟看先生哦，看嘅。沒確診啊，是冷到天冷。冷嘅嗓音啊，係啊。故所講冷到嘅唱法咯，因為你有實力吼，像我咩同大家講，有上時人家嚴可能冇按歌嘅時間，可以調整起，喺冇法度調整樣板。譬如講家唱嘅富貴啦，係老藝強下。因為一般人吼，所以想講啊，唱上去太用力咧，太力反而會唱不到，反而破音了。其實你只要輕輕唱，強強的唱了一聽唱得到。佢根本係最大問題，所以人家音準當到都冇多，不管係梅音啊，不管東昂嘅，還有幫我做冇講呢個啲吼，撲嘅跌踢咧。唔講我知道我愛稱讚嘢，所以講撲嘅跌踢咯。後半用版型段，唔講你就當鎮定唱定，我知道你一本太個學習嘅，啲台當用版型，我就會抄嘅。老師小康老師咪當你去聽你，嗬。見邊處理就地方必須上嚟撲嘅啦，嗬。音準喺無多嘅話，出下危險。如果按到禮拜兩表現都當好，不管定下用版型，希望你繼續唱客家歌。還有一件事，按到拜必須，我知道人家眼神要注意下。譬如講，我家知道羅哥龍講法、吉娜龍講法，其實你都冇看人。你唱歌咩係，你就看天嚟下。其實眼神咩係表演嘅一種。我知道你係看一隻地方，而本太嘅感覺，你唱乜嘅，也係講人家感情，更能夠達到你要的效果。你本人嘅建議，好唔好？還有啊，謝謝先生。OK，要不然你就像費玉清一樣看燈啊。係啊，天花板，沒走的，有一個定點，對，看燈，變成特色這樣。他嘴巴有這樣開嗎？好了，看一下幾個分數。看一下5球2個分數。差那麼多。沒有唱對，沒有唱準啊，那中間接的地方。有蒙詞嗎？就是接半段的時候，我自己也知道啊。好吧，那你的問題，好了，我的問題，是該問題啊，你冇辦法。就是至於連啊。一百有幾飛走過來，好冇？哦，那邊來穿傳統嘅。
好啊好啊，欢迎啊！祖地啦很多传统，我都创英文的唔嘛。系啊。喺度少時間。謝謝。沙下落去。沙落去古秋田帶來天公。嚟，彈啦。有禮貌，大家都會感謝。對啊，秋田子竟然咁做得講幾講啊？猜看，可以唱，跟我差不多吧。平台啦，平台啊？平台啦，邊行下睇啊？係邊行下睇？你啲到些嘛？客廳。你當個樓梯差唔多，哦，對。哦。係。那有可能，你講露台？係啊。哦，露台，很多。真的哦。哦，難怪人家一度生意，唐國生意要結婚嘅。係三屆，三屆啊。係兩個冇結婚嘅。係。啊，一個來讀台北大學，對，台北教育大學。哇，你看小孩子長大就各自分飛了。係啊，根本冇辦法啦。因為你都鄉下啊，冇大學有讀啊。因為考入大學是一隻考入，一隻冇要考入台北嘅，啊一隻冇要考入高雄嘅。一隻北，一隻高，這樣子。南北兩體啊。都畢業咧，那是感恩咧。你下問來咗到台北讀書。哦，所以你是兩路的故事，你不考慮啊？對啊，空巢期。哎呦，空巢期。你兩啥感情好就好了呀。兩啥衝就會都不看下象棋。哦，下象棋。哦，真的，會不會在家裡角色扮演或者什麼？唔會啦，唔會啊。下象棋啊。哦，今天搞象棋太熟悉。搞到會象操。你想聽什麼呢？沒有。對啊，象棋啊有輸贏嗎？有啊，就畫罰201張還是罰加1，第一張是罰加1，然後看誰掙多。要怎麼？揚州的做嘛？彈耳朵。彈耳朵聽聽。彈耳朵，你下次彈他的雞雞。不要啦，就是脫衣服就好。脫衣服。哎，脫衣服是不是可以玩比較久？脫衣服再彈雞雞。為什麼一定要彈雞雞？奇怪。剪掉。啊？剪掉。哎，當然啦。不會。唔會啦，咩親人講，要看自重人啦。來，重提來。
唐先生讲。抢视频欣赏。来。好，邱天记。先生好。好。今日献耶稣歌曲啊，迄个当喜欢的一首客家歌曲。因为这种上线听起来就是很优美，好。不过人家上线较特别，所以呢，听起来它的词性比较多，好，无同样的感情。人家上线算係一稳定嘅啦，所以表現上來看呢，發呀大致上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。那有啲建議就係講，可能人家撲嘅頭前，尤其係主歌嘅部分，嚇頭前天盲講講都出相關。一推來算兩句話嘅話，人家頭前嘅部分較會強迫嘅。好，有個地方啊，較會出現到安尼問題。呀，愛心已經燃亮葡萄枝。然後就係講，因為耶穌歌嘅夾嘅段落哈，聽起來上線是一個很優美的狀況。不過呢，感情呢部分還是分個層次會比較好。所以你唱歌嘅時間，我建議係唱一段話，想一下畫面，就係你唱歌嘅。每一班人冇我注意看你唱歌嘅時間。人家木竹啊，會一直扎，一直扎，扎得很勤快，扎得非常的勤。你沒看廣巴就廣巴又唔樣呢？你講你唱歌，你的扎眼睛就會扎得很兇。在想歌詞。扣呢，就會一直愛想，所以他變得眼神很緊張，所以無法吐露感情，將要感情投入去，所以你係。用那一種想法就係講，而家歌詞寫當講嘛，老七家就像編故事一樣，講故事本太家堂，可能就像那個羅哥講得很好啊，就會像費玉清偶爾抬頭，可以拍地方，可能就唔會按緊張，想象一個畫面，像你在畫圖，好啊，慢慢的帶入安尼歌詞的感情，可能就會用下送的話，唱嘅感情圖就會較投入，好，好，謝謝。來，看一下個分數啦。看一下顧秋婷嘅分數。有聲一兩分，冇問題。好，接下來繼續打拼哈。看唔出來變很下態呢。看唔出來，阿冇保養。係啊，奇怪。奇怪。來，殺下來。好，殺下來係上禮拜96分嘅羅浩然帶來《騙子歌》。好，來彈過啦。之後一條歌對伊嘅音來講，太低了，太低了。因為像亞氣對我來講係有一些嘅緊緊的，唱起來有個嘶吼嘅感覺。張力比較足。你應該這個升2個 key 還剛好，真嘅。那會不會跟殺雞一樣？因為我就是在殺雞。你覺得？新年喜哟，用我的样子來模擬你。阿爸夢用的事也嘛該喲，愛也是注重來找共識，安详是找共識。是注重來操縱我，我來使用那愛喲，操縱使用。你呀夜裡來呀是呀春分濃，用我的樣子來克服。阿爸
是歌词里见那出那爱哟见那春改编哦，哦，哎，好演好。没有一条歌本来就会改多安尼啊。系啊，摇滚版的嘛，跟个陈伟仪嘛。哦，没陈伟仪专辑里边都没有因为收录两条歌诶。按拄好，就是拄到创造机嘅改编。东干车制作单位，还真的哈。因为崇拜爱从老师的歌，刚好老师也是讲评我，对，亚白也是很幸运，对，从那个老师的歌，对，他又要讲评你，对，对，那么刚好啊，莫啦，因为应该我非常喜欢山歌，对，然后我觉得哇，山歌可以被改编成用摇滚的方式做诠释，我觉得有不同，我可以用 Game 西啊，不是我爱上。老后嗓音都得与那个山歌客家文化可以多接触。咩因为俩经验嘅关系嘛，尤其是接触到嘅山歌团，错冇？错。哦，对啊，因按后嗓音有可能用办法去接触到，还做导演哦。系啊，做导演啊。因为硕士是主修导演，有去上海那个上海戏剧，上海戏剧学院。那你现在在客家那个山歌团的嘛？客家山歌团就是吕景老师的，还有姜老师的，江云用欣赏。他们两个人好久不见了呢。对啊，你们亲磨喊啊，家的常常在巡回演出。哦，对啊，就是你在里面担任导演是什么样的工作？就是演员调度啊，然后灯光怎么走位这些。所以你还有演戏啊？不是只有表演歌唱部分。就是指导演员调度而已，对，然后教他们怎么表演。对，是啊，哇，好厉害！舞台导演给哇，好厉害哦！哇，真的很棒哎。嘿啊，青山又按后上。不过说真的，好久没有见到吕景明老师跟姜元义老师。真的哈，没亲王啊。以前姜老师讲很有气质，很有气质。对呀，又亲牛年。对呀，唔会欠，唔会那个。看亲不讲小口嘞。但是两位是对人的客家嘅呢文化贡献哦，青城宴，来唱完了，好吧？好，唱完了。来，我们给专家讲评了哈。好了，准备好了哈。又刚好下礼拜又读到几。嘿呀，呛比欣赏。其实也传统改编嘅係搖滾版本，rock 嘛，所以我喺之後一條歌對於嘅音來講啊，音域來講，太低了。太低了。因為像也起對我來講係有一些嘅經驗咧，唱起來有個嘶吼嘅感覺。張力比較足。你應該這個升2個 key 很較好，真勁。那會不會跟殺雞一樣？因為我就是在殺雞。你覺得衝搖滾要讓它那個張力到極致？應該講做啲視覺很嗨白。還有另外就係有一些 rock 嘅東西，佢嘅大鼓小鼓是咚咚嗒咚咚嗒，它是很重的，所以你唱歌嘅時間就會哦呀是主有一些那個 attack 可以衝哦，跟而嘅 rock 嘅東西做啲去留搖滾嘅樂團啊去練習一下，嘅每一隻聲嘅attack 顆粒要大，要出來莫稍微温柔比較就像在上廁所一樣那種感覺。對，一擠就出來。還有，難怪就會講，老師嘅部分就係新演時，還有尖鴨唇，閉孔，還有鴨巴。好，所以其實也傳統成個經營要動到去學習。其實我自己也係留言以後有人將老外講，也係剪鴨唇，所以我牡丹已經要做了，我又回去再錄。真的哦，加油！
沉默欣赏，对对，沉默欣赏。这个真的要很注意啊。有心多的小细节，细节。对啊，就领域不同啦。你看你是导演的这个领域，歌唱的领域某不一样。哎呀。这个都可以拿来运用一下哈，好不好？好，先回座车，好，要看，还没看呢，不是看了，能选中一筹我想应该96分了，好了，跟他的看了，好，演个分数。没清过分呢，94.5分呢，吼，恭喜恭喜！但是还是有点危险啊。跟唔敌啦，怕轻易就好。看燕风了哈，好了，回过车去，好了，杀了。杀了嘿，你的避免炸李彦峰带来风行去离行。来谈个啦。嘅風景，有風沒有影，愛點滴壓力途後，小看跌落把戲，星光都嘅花，唔是本地。心去旅行，愛定義去到最快樂嘅地方，唔是câu子，愛會照顧好自家，假使愛上你，愛會點點看天堂，假使你相愛，主動愛夢都發生，無論講你也下對某嘅地方。想要會從頭白擁有，思念行過，凝成最強嘅時光，係用意用愛，能變共安叫好夢。星光都嘅花，唔是本地。心去旅行，愛定義去到最快樂嘅地方，唔是câu子，愛會照顧好自家，假使愛上你，愛會點點看天堂，假使你相愛，主動愛夢都發生，無論講你也下退某嘅地方。想要會從頭白擁有，思念行過，凝成最強嘅時光，係用意用愛，能變共安叫好夢。哇，燕峰，你唱完那歌的清后堂呢，给他上线老给妹有一些療癒嗰種感覺，療癒手歌手，就是較好上款的嗰種歌曲，跟佢哋唱一時合吼，對，係講過歌詞係嘛？一條歌曲係本來係方言，出客家話，方言角度意思。嗰時我就想講，做啲改做客家歌詞嘛，因為我就本來就會睇下歌嘛，因為睇講客家話，我就想講嚟試講看下，後來我就改到我即最尾一台我提後，人生行過時間行過，人生最長嘅時光係有愛有愛，男定講安叫好嘛。因為一條歌曲本來係講
亲人离去，然后我知道说你就放心去旅行吧，所以我就会讲，故说我各位嘅奉兄、高卡兄讲，就是我们要把握现在的这个时间，因为人生最美的时光是我们就算很久没见，对，很久没见面，可是我们抱着说好久不见，然后这么多年来好吗那种感受，故说一条歌曲聪明人咪该有嗰種。情感对对，就是再少一点忧愁的部分，多一点正面跟能量本大家。哦，按后上都按有想法，真的厉害，主持天腿的给厉害。好，来，唱完了来。好，冲出来唱，嘉秀老师。好，各位表演都真好哦。我感觉说，你对你来讲吼，你嘅上线度好，因为很饱满，开始甲个大音，千讲。不过，我讲一点就你写个歌词啦，实在讲写得真好。对我来讲，我以为是罗文玉的原版的，那么好嘛，这个感觉有点像，就像文玉就可以写个东西嘛，哈。不过我有一点点，这点我你加就，我注意出你个加人嘛，你从头个加人中提防，第二个地方是那个头拜。没空中嘛，也是一样，就是那个都是那个滑音啊。以后唱到假音的时候，是在讲假音最漂亮的地方是要滑的很上去。你本来就在滑动，你不能说按做的东西，那个做讲啊，不用我做到我爱的。不过我是感觉讲，你唱了首歌刚好是你看你唱到按多白，按多白吼。了首歌为他给你上仙啊、密西啊、鬼啊。表现的清透，所以加油！哦，除了假音的部分，要继续加油就对了。好，其实假音唔系音中起中提，个假音的起会喊他久。对啊，真的哦。但是你要怎么去控制？懂 people 嘅那种气声的那种表现，给他气声是严重的清后，清后堂。来，看一下给个分数。我先有请人哋2个清高分，好嘢来到舞台当中，来分数。哎呦，紧张哦！好了，可以啊。听下来看李艳凤嘅分数。外校都嘛该唔掂嘛，都唔头。孝顺。女本喜孝顺。都。哦，紧张哦。好了，可以啊。听下来看李艳凤嘅分数。哎呦，又降分哦，又卡关呢。哎呦，又要先抢艳凤，先抽抢死抽人哋嘅 V 面仔无 V， 强用係习惯。係，有個傳統詞彙，保味真巴水啊！先來介紹兩下連續2禮拜避免嘅一天狗，一天狗子，坐伊嘅地位都看唔到誒，做得唔放，吃色，被他吃掉了，哦，所以要本意啦，哈，咁不看現場我唔上星期，做到避免咋，平日實力啦，有冇連續2禮拜咧？係啦，今日係講要來比新嘅參賽朋友，等下就要搶起來比賽啦，哈，啊來先介紹下你評審先生啊，來，李秋霞先生，昌永興先生。曾明珠先生、林赞一先生，好了，先生介紹得，馬上要進行今日比賽。冇錯，新嘅朋友來自新竹竹東，劉燕姿帶來評判。談開啦。
你那冲水下去的啊？阿真的啊？阿真啊？用麦克风讲啊。係啊。唔好同人哋打嘴鼓呀。係咪？唔得啦，唔得啦，阿真。嚟帶觸動啊！觸動嘅啊。啊，阿莫松啊，嗬。你用乜來啊？我同你很差係冇。係啊，講笑啦。你節目必記啊，拜。係啊，我頭看到佢經歷幾厲害咧。今年已經85歲。真係看唔出來，真是。同阿爸強用啊用有冇？膠原蛋白很高咧。還是哦。崩崩嘅啊。哦，原來你們家的人都是這樣。係啊係啊，不顯老。哦。真的咧。看唔出來85歲。哎呀，85歲看唔出來。真嘅。真的看唔出來。係。你用麥克風。係。係啊。你有冇看唔出來？真的看唔出來啊！要打扮都按黑衫嘅用誒。按時髦對嘛啊？你之前比到用嘅幾團？乜嘅啊？你之前啊，沒有來鬧嘢比賽，有冇？有啦，我講啊，唐姆買多啦。哦，那你講哦，唐姆啊，清楚。我以前有在唱過啦。哦，有啦哦。上樣咩呢？嘿，人都說嘅，我唔會講。把我哋仔超起起來去唱山歌，我就存血，我就好啊，我就好啊，就來唱嘅啊。但是佢之前啲人喺節目當中比賽過，比如成績當好，一種年度嘅第一名咧。真係嗬，有好多年度第一名咧。你幾歲嘅冠軍？係啊，很強哦。哦，對。10多年前啊，62歲比到呀85歲。暗號唱啊！暗號這個聲音也是會唱哦。哎呦，你聲音也是會唱誒，唱到呀哈。撞牛啊，撞青。哦。牛嘅安泰牛辦法白上去哦。哦，個聲音跳啊，一下跳是白上去哦。哦。跳上去撞牛啊！哦，嗱。撞牛歌就出嚟啦。係啊，撞牛歌應該動詞啊。能撞牛能衝過啊！好啦，嚟衝題嚟哈，談公平啊哈，好，嚟唱秋下先生。好，嚟。誒，感覺佢比你哋顏值高，人嘅韻腳唱得清咯，你要必須過，拿到暗號嘅成績高，哦，韻腳清好。啊，唔過唱歌唔是按出力啦，我看嘅前世度嘅嘛出力當太上險，唔是按嘅險法，因為按嘅險到後背氣，人嘅氣就會不足。哦，你講歌點乜準啊？啊，仲要穩啊！第二嘅準、軟、穩，哦，你三隻基本條件，你係要講到嚟講，你唱歌就比較就能夠俾人接受。按嘢種腳講老實話，唱得清楚哦，按因為嘅見按溫氣啦，哦，你比較你溫氣嘅所在就會注意咯，嗬，伴了唔係伴了啦。伴了，你主動講開了嘅，你到阿鳳空咯，講啊阿肥平啊嘅啦嚇，就開了人啊，開了唔係講做唔得，你唱開了成個是幾首種開了嚟唱，哦，你試驗是幾首試驗嚟唱，哦做唔得個我試驗咯，點都咁幾隻是開了，硬就做唔得啦，嚇比較嚇唔好嚇。有限時節啊，多少有啲辣鹽啦，嚇，快樂多咗咪氣比較合不足。唔過歸屬嚟講，對你嚟講係一本肯定啦，嚇，嚇會係繼續加油。哦，謝謝對，可以係，唔得，可以本書啦，我應該有一篇手係冇，定下哦。電動嚟呢？電動。對，可以嚇，本書。可以留言，自己本書。好，阿爸就是一分啦哈，謝謝。阿你阿做得專一籌嚟啦哈，可以邊手做得起嚟哈。等一下。哦，我哎呀比賽我要85歲，91歲，哎呦，真勁哦，很好呢。係啊，當好啊。知道看到兩條龍人家除了唱歌真歡喜。啊，唱歌身體啊健康啊，係啊，對嘛，啊，心情咩歡喜。係啊。來沙下來。沙來喺朋友給我帶來三個字。朋友啦。
你要叫字。你好。嘿。我也寫歌，你又來咧。又來咧。你又來咧。我聽到你啊。我千歡喜都來看你用啥。真的啊，表示還有留下來繼續比賽嘛。歡喜，係啦，歡喜也是歡喜啦，係啦。確實有確實咧。當然咯，係啦，歡喜啊。歡喜啦。唔好煩哦。看到你當然歡喜啊，吹了咩千歡喜嘛。係啊，我妹講啊，看羅時豐斬毛啊斬哦，用安尼好啊，用嗰啲雜干都乜嘅名嘅上。吉娜小姐，用敲。所以大家都睇下之前愛。嘿，我哋歡喜亮晒，哎呀，自細啦，什麼太清啦。你咁樣接不接不出去撩嘛？哦，我親好撩。係啊，親好撩。做嘛做嚟撩人哋啊？做嘛吹油？感謝我老公。哎呀，出錢本吹了。人講啊，我嘅外號都冇解點啊，本台。孝順。女粉絲孝順。很多某金富。某真富。冇征服，冇人做得過人嘅意思係嘛？啦，係啦，將我自由咗搞到歡喜啊！哦，所以你老公唔好幹啊？一咩冇去幹啊，幹唔贏。幹唔贏。冇辦法幹嘅啦，就不用給意啦，嘅意思啦。按拖了不用幹，唔行用個神。我本修咗，修是唔會啦，唔會啦，唔會啦嚇。幹唔行冇法度啊，不用給。不用給啊。那有一那料有讀到乜個好笑嘅事情？講到好笑是真好笑。啊，你個老人協進會啊，要拔腿叉啊，後來呢啊，叫拖人去腳板山啊。個有那小姐是講3點人嘅要啊，佢講腳板山，我哋查檔詳細講，按咯深坑，深坑同腳板山差很多，係咪？睇下研究哦，對啦，嚟去食臭豆腐，要凍到吹飽好賣，而且要個3格嘅雞排，一盤400，非常好食。便宜啦，幾多下茶去個？那用白按用去喏，我講係啊，用白按用。不是要到深坑嗎？我老講全部鐵桶，個深坑啊，用個反理法，醫生都睇伊咧。結果講，有那小姐講，哈，我從頭到尾我老講3行咧，我哪有講到7行咯？哦，山坑跟深坑，係啦，自家分唔清楚啊，他就係討論那種。沒啦，他家要都是野味啦。小文就出得污。哦，結果都山坑嘛，都冇。啦。哦，只有草可以吃。聽錯了。只有草好吃，真的，連水都冇食。真的。好啦，好來，從的高中欣賞。來。係玉橋小姐今日創下2號，今日也創下3個字吼，師張強言吼，4平8穩出來算1號啦吼。不過佢也個可能也個歷史有拉爆，故所以唔多個一個蔡華峰、老孟成功嘅也兩隻鹽吼。變唱歌的喂，老生用嘅搞講解兩集去上衣，係啊，1、3下來，錯啊，唔該上衣錯，唔可以4要上衣嘅，上衣嘅，踢上衣嘅啦，踢踢住咧，你喺依度16度，你不都15度？係啊，變高頭咧，變高頭咧啊，要多少變高頭？唔過還是係創來1號啦，嗰個天時。也個最尾幾個10萬嗰隻實事嗬，因為佢係算到入上市啊，10萬哦，因為你係冇創到入上市，因為你有錢的喂，係嗱，嗰隻是做得係咪研究啊？其他創來算好啦，好加油哦！好，本來你高中欣賞講好，來看一下人嘅分數，都係好嘅哦，來。朋友嘅分數。好。
叫什么分？中意，冇問題。加油，留下來冇問題啊！好，做得繼續留下來答辯。好，要做得看 Andy 歡喜咧，好歡喜，太加真歡喜啊！得禮拜你再看到我哋哈，安子謝，好，謝謝。投資先等一下，他很會寫梗哦，很會應對有嗎？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裡面。請問 Andy 嘛？就是某政府咪冇應關你都佢很用佢做得咧。好，殺下來哈。殺落去捧沙佛帶來羅山歌。來，彈看啦。点点，心安走呐，宿命嘞，心肝啊是薄薄白哦。冲糖豆牙光冲果，有看到亮的了啊！看到硬都會福氣哦，係啊，本人福氣啊，真的哦，叫出人些咩？叫死些，我團劍較劍掉誒，等我適合長命的。真的吼，太輸了唔係變那裡。咁我唔使講太輸，係咩？係太牛，係咩太輸？係。哪里喊他太給你？佢太橋。哎哦，太牛就幹嘛太橋？人身攻擊。哦，阿伯伯，頭擺喺做乜嘅條路誒？我頭擺港田，一次做港田。之前改步啊，有上游誒來田。大陸出嘅就嘛，佢就也是技師做，用技師嘅咩，也睇埋就還用來用搭個牌，用專用牌，哦，當到死哦。跟講幾夾，幾多夾？一兩夾喎，此夾唔拉下樓，香嘢嚟做啊！哇，唔知佢一兩夾嘅田地啊？咩？此夾冇辦法，哦，漂嚟個譬如咧，此夾有一道份，一道份。此夾讓上夾嘅。上甲嘅，哦，佢有戲農社啊，有冇講？有哦，有咩戲有戲農社嘅？有戲農社，係啊，你黐辛苦，還有村嘅冇冇戲嘅？幾支圈都買黐啊？啲戲唔得嘅，哦，戲唔得啦，哦，金堅，係個堅好嘅啊，金堅你冇啦，哦冇啊，堅好啊，拆體啦，從佢試過啊，因為寫個老師冇來哦，乜嘢冇來？寫幾個老師，哦，拆幾個冇來，以前我講他啦。咪個80年代，我都前期學一段時間，都帶我去文化中心比賽。哦喲，哦，嗰文化中心比賽有個睇戲呢，有個頒布出舉辦呢，哦，真的哦。台灣全省花蓮人頭都沒有出來，全國都來比賽，結果都先13個決賽啊，我就被選到了。哎呦，從佢決賽結好嘅下來，嘅主持人就講。也宣布有勢名單，所以很刺殺上去哦。我不用夾入土地，見衝嚟，用冇險到咯。我冇險到係我哋兩個3樣女啦。哎呦，還有痴心哦。做係做3樣女，送金送到3000元哦，拿咗去公幹，我講打必死啦。哎呦，打必死！參賽員
像个加油的力量是啥呢？做了公安轻量农作，要是前看海咋，你用到3000元来用到都一红牌啦。哎呦，3000年啊，对不？真的哦，3000元两种作。我就判两种作。哦，有，这样子。30年前。哦，这样子一种作前2元的一个都对。没有那个公园。啊无。公安叫我充电的。谢老师某家黑油车给证明啦。还相信啦，还相信。系啊，相信也是你啦，嘿。做唔得好效果啊！做唔得，係啊。我佢一本意啊，差唔多3000元對人來講親戚朋友人當然同加油。也冇乜嘅就是開始個本意嘛，希望嗬，挺好。但是佢記到一下，3000元都冇拿到。30年前嘅事情記到一下，你知嘛啦？記財挺好啊，希望。所以講係。係咪？係啊，3000元你變到一下，也可能變300萬咧。啊，清楚係300萬。好，來，總體嚟當時講。唱民族先生。好，師傅伯，嗬，做人啊，非常嘅我讀書啦，嗬，真開朗嘅一個老人家。嗬，我相信啊，嗬，你嘅後台嘅人啊，全部聽你向善啦，嗬，非常嘅好，嗬，本來202歲吼，係啊，心肝很開朗咩？嗬，真是啦，如果老人家嗬，長腿彎彎卒卒啦，想唔開，嗬，無唱機按開心，嗬，如果物嘅是講物嘅按樣人，嗬，無調皮嘅啦，嗬，所以唱歌未強壯，嗬，佢一點一滴的慢慢的在唱，嗬，雖然講。頭兩句啊，嗬，個梅音啊、樹音少過亞音咧，嗬，因為唔歡喜嘅素材啊，嗬，唔出嚟啦，嗬，所以好好點點，心安照難。梅音嘅樹比較強啲喂，冇錯結，冇錯結。咁梅音讓佢做到人潤，讓佢講，分數會拿下高音啦。每節來呢，個唔關啊，15隻那個天能出來咯，個天能都一講啦，好，嚟繼續加油哈。好，謝謝，好，最後看一下哦。看一下佛伯嘅分數哦。係啊，好，來看一下哇。看一下彭師傅嘅分數。91分。也同 TVB 分數差唔多嗬。係啊，安排先坐一下。看一下啦。看等下看分數樣板哈。係啊，好，行好啊，行好。聽聽行哦。真係很甜嘅。係哦。哇，叫什麼事？係啊，基礎很好，精神很好。哦，我耳講係冇檢查到。係啊，我個按。所以唔得頭講加快法。言之過85歲。係啊，耳講做檢查。OK，冇一天啦，冇一天。好啦，嚟沙下來。沙來係煮水就帶來羅山歌。好啦。個秘境好料嘛？秘境哦，翡翠骨，錯嘛？木骨木魚，對係嘛？韓國片你8年人啊？難用避談，他說啊，奇怪。
贫穷富贵，命中天难。看到哦，帅哥美女哦，那个鞋子好漂亮哦。那雨鞋真的买不来呢，真的哦。雨鞋嘛，哎嘛。嘿呀，流行色。冲黑啊，冲黑啊，真的呀。这不怕水的。黑啊，落水天不是给。雨鞋做的跟就是很时髦，懂好看嘿。嘿，不过你要去做我们的去给市场茶，太粗了不行。哦，是做我们的哈，哈田做的啦。哈田做的。对了，周农谁做的？周农谁？还有周谁啊？会做的。对啊。啊，你要去做要去？没有啦，冇爱去一张做，一张做，冇做，买了啊冇做。冇做过。对啊，他说对了，出去下雨也可以穿。像来唱歌的梦作啊，冇要一罚钱买哦。哦，对呀，真的吼。哦。哎，唐讲去个市场茶的时间，有一摆啊，用办危险嘛。对呀，有一摆俺妹就做护士的新店噶哈。读書嘛，伊講愛考試啊，就轉來啊，轉來歇一日啦。天日我中午12點出去買水果，要我本佢帶去啦。佢講其他其啊，我到我屋企，我想講該台茶唔係我開門冇啦，我特別會注意啦。結果講嘟去我該寄出開門，該腳盤馬上。哎呦！但我了解哦，全部中了按照。真的哦。对。你就想讲，给我开门还那用？对啊，我是很他没有看啊，给没看呐。给没唔冲。跌到哦，按开门跌到嘅，心梗是后背以为插落。真的。哦。结果旁边永和该是有警察局啦，我又啱唔曉去報啊。冇報。沒有啊，我像我先生這個睡午覺啊。哦。我想伊水冇去吵佢啊，算嚟啦。嘅台茶係咪冇處理哦？唔是在我去佢欠交，咁樣我都會再到急診。結果我是有去照 X 光，照到骨頭，醫生說骨頭沒有怎麼樣，我就很放心了，我也不會為難他的。我是其實打破傷風啊，然後就說要敷冰塊啦。還有賠人錢嗎？是賠600塊，我講敷冰塊啊，結果後背還看懂不買冰塊哦，嚟後悔我那個，你很笨呢，我賺來按不了大部我。這傷筋勞骨100天，對呀，哎呀，你至少沒有。刚刚弄了60萬，對啊，我詐騙哦，我盡良心呢，真的太有良心了，還 OK 啦，哎呦，賠咗600個元呢，係啊，有錢叫就冇好啦，健保卡就個本機哦，佢唔是付埋個錢哦，健保卡啱啱喺哪邊哦？算隔壁鄰舍來啊？沒有，不認識，冇認識的啦，對，認識的還有，我去報警，係啊，我報警啊，我先啱啱啊。我想講骨頭冇咗萬就好嘅呀。好彩冇用啊，很彩，所以糖都很衝過誒。是啊，幾好對啦，博士採訪。好來，衝上嚟，搶佔一欣賞。水餃子嚇，你講嚇，煮水餃小妹妹嚇，但你唱歌嚇，人心態輕重要。我每個一定要唱個當紅啊，就所以一出來呢，本表現出來就係當可以哦。
好，非常快。但是你今日唱歌呀，哈，就唱一下，今日唱歌，看爱来啦，幾條唱好誒，冇眼改啊。佢今日唱啊，唱小時咩？你唱強啊，變到一段一段嚟樣啊。中年老人家都差唔多70歲左右嘅嘛，腳趾頭嗰度行路係少為唱嘢戇腰咩？行啊行啊，哎呦！戇腰跌長腳啊！要條位嚇，即講培養咗，唔係講一定要唱得動啊。但是個下音唱歌嘅咯，要對人嘅身體嘅保養啊，嚇一動重要啦。嚇，所以講今日所以講唔係唱到有一樣嘅年紀，如果唱個無腔，沒有共鳴音啦。共鳴音它唔拉。啊，所以你鬼數嘅唱叫你叫唱土茶樣啊，土地語啊。啊，以後你要點啊來注意就好嚇。好，謝謝。來，看一下。好，看一下。講嘅本書樣板。主水就嘅本書。咁樣用什麼全部叫這一份？全部叫這一份呢？哦，安尼都表示嘅什麼應該就很早留下來。係啊，應該冇乜問題啦，嗬。歡喜祝賀呀！係啦，歡喜快樂之上加讚意時常講嘅，嚇，係啊，謝謝3斤鐘啦，胃酸不要太多。係啊，好，加油加油，好啦，可以哈。好嚟沙下來嚇。沙來，你嘅 V 面炸入天叫帶來3個字。嚟彈下啦。大家看到佢就心情很好。哎呦，真的哈！帶啲好地方，好地方，好山好水，係啊！花蓮有乜個秘境好料嘛？秘境哦，翡翠谷，錯嘛？木谷木魚，木係對係韓國嘅。花蓮人啊！難用比韓他說啊，奇怪。因為聽嘢咧要考試。哦，佢夾不卡夫圈咧啦。即係夾不卡，嗰邊上班嘅地方。哎呦，2點鐘嘅早晨啊！而家很多啲靈潭啊咧。靈潭，廣府還有乜嘅嘢？廣府糖廠啊，糖廠啊，糖廠嘅對呀對呀，書房啊，農場，對啊，馬太安濕地啊，很多地方，對啊。一下唱緊仲要上唔去啦。好啦，衝出嚟，衝出嚟嚇，唱首下先生。啊，今日嘅軟腳唱了以後，但是老師喊你要記得是不如建議啊。5月要同萬山講，唔係萬山講，萬山講，萬山說。哦。有冇？強調強浪就知啊。啱法冇強浪，唔加講唔唱落萬山講就唔錯咧。哦。萬山有光啊！還有你聽一句花開花車咧位嗬，
可能条件允许當到，後背嘅多少辣鹽，啊，嘅鹽料比是多少辣係啦哦，還有放辣6嘅強落咪，氣就比較好不足。อันนี้เรา記得個高鹽嘅時節，你做啲帶加鹽帶高氣，啊，唔係講係特炸時就按睇上去變嘅，哦，創個記得鹽。溫本嘅湯咧，本當舒爽，你係高就按落去吸引嘅，嚇你本佢就建議啦，嚇，按今日從來以後，加油！好，市長，哎呀，有請，然後一位請過分的彭玉橋，雙交腰爭霸來，來。霹靂雙驕哈，哇，雙禮拜就平分又變，哦，下禮拜又要變嘅哈。係啊，台灣行就正經繞到許孝順，他有步伐出來。阮是可愛的女皇裝，細細是淡薄仔爽，哆來龍，哆來龍，好啦，看到看分數啦吼，對，來，看到看葉天橋嘅分數。今日有搶到迄安尼竹東田傳業的3個比賽，從書組的，從書組的大頭3名，前3名的，超過74張組的參加，超過74，從書組的。中了空啊，天堂流水那中啊，有限时间。看分數啦吼，來，睇嚟看葉天橋嘅分數。恭喜天橋子93分。哎，登記習慣以後，唔只有幾分，好。哎呦，連續3禮拜，楊就有請你嘅天橋子，登上你嘅 V 面炸嘅寶貝，恭喜！連續3禮拜嘅 V 面。3個音樂會，係今日有搶到迄安尼竹東田傳業的3個比賽，從書組的，從書組的大頭3名，前3名的，超過74張組的參加，超過74，從書組的呢，安尼啊，差唔多15年以後哈，哎，根本呢吼，有搶到幾來唱歌嘅，當然，從還沒有搶到線上，等下來啲啊建議，愛互相研究啊，朋友分享一下。係啊，好，來先有請 TV 係第3名嘅，鍾意雲帶來評判。來，睇好啦。
这这。哦哟，可能用龙华贵呢。用主持人吼。哎呀，还没叫我见面呢哈。哦，你上班来叫的哈。几多年前？他几十年了。几十年？哎，你从20年、几十年前来，看一节目冇？有来个比赛比几下摆有比赛啊！哇，梦想到你嘅足动田转已係闊到T3名傳輸組，咁厲害，都3年比啊！哪有可能啊？足動田傳你幾多年比誒？表示講有實力啦，從後生到嚟從書組都按厲害，係冇？後生時節啦，做生意都唔閒，都退休咧。閒年資抽嚟講，來學散歌，還是講我好啊，還是去學啦。彈唔識啦，古誒，就唱歌誒彈唔識。先生也當為指導，韓國學會唱嘅人，也會教我哋，就慢慢見學啊。學嘅田傳義，我嘅。足動，因為我帶足動嘛，安全還是講哎，都出來報名哎，還是有得到100冠軍啦。T3年就落山歌，就T3名。冠軍呢？幾擺咩藏書組嘅呀？也係藏書組。哎呦，家長70公歲嘅。哦，也係85歲。85歲，83啊！真幾高呢？拜託一下，2歲差千多誒，係冇？83歲。哦，嚟，很好咧，衝出嚟。安尼屯先生係互相研究啊咧。係啊，嗬，唱秋下先生好嘛，秋下先生。你就知嗬，講老實話，雍容華貴，作神父也非常嘅注重氣質又清好，加佢講83歲 concert， 唱歌就歡喜嘛，見唱就見後生，係嘛你係啊，唱講你嘅音樂做得清好，以前你講得希望講萬山所謂嗬，你嘅音清好嗬。唔過係你可能要注意幾隻事啦，嚇。我唱出啦，我唱呢嘢冇關係，你做到我唱出咗四隻事強下唱法，而係日期嗰時上咗下太上啊比較，係要我行李嘅時，因為你條件當太上嘛，佢背你嘅氣要比較不足，你要做注意嚇。水痛唔係水痛，水痛。落水沒有落水，水痛，我哋就是哈，還有愛看戲嘅時，恐龍個泡嘅多少一點點嘅會吐啦哈，竹子空中唔係空中啊，空中，還有天氣湯咧，即線到嗰種嘅，你就泡嘅地步度哈，愛行李愛看戲，即線咧。多少人在糖就會感覺你泡有一點點嘅土度啦哈，其他唱得非常好，好，問緊要。哦，什麼先生？直接感謝是。唱得好，對，明年再過去報名，再去比，比到前3名，再過來按下節目來唱歌，做得嘛，好，安子姐哈，今日多謝來唱歌本那個堂哈，安子姐，謝，再別當錯，很好。從細妹就會歡迎大家很謝謝。細啦，7、80歲、88、90歲就很阿伯。細妹不管幾多歲就會謝謝。冇一天。冇一天啊。係啊，就像你也都特別開個變安尼嘛，早餐店。帥哥，美女，輕微說謊，那不會啱聽。多賣就帥哥美女，冇都叫先生小姐。好啦，沙來聽一味。哦，沙來就聽一名嘅請問書帶來3個字。來，好啦。
三六乡那镇，多修了神啊，台湾起了音啊，客家了种啊。哎呦，没输加过啊！泰国啊，你来皮呀？有没有可以来？有少。哦，讲到可以来呢，係啊来起来。系啊，不过变成老人家啦啊，从叔叔的迄个。你敢有70岁？四年人班的啊，偷人讲啊，四年人班的。4年人班还有哦。哎呦70年之。 72、73歲咧嚇，哦，像72啊72歲啊，跟來比賽的時間唔知60空嘅咧。冇啦，加沒60，他們用3年前來用了沒有？3年前？唔知差不多啦，唔知吧？差不多啦，就是用一槍嘅118，就108年。係啊。哎，你一厲害呢吼，蠻耐就去比賽，也比啊，田川也比，啊，又還又成立個那個街頭藝人又有啦，又成立個團體，合作團體，好夠啦，好夠啦吼。哦，安尼好夠啦，哦，成班咁唔無聊。係啦係啦，真的啊，又搞朋友，又較健康嘛，較健康哦。唔是來比就較好上啊，這樣講嘅，難怪太困難。哎，你用啥條啊？你講用乜可以來？ 對啊，你有想說動手術嘛？皮這麼崩的。係啊，有冇公司才發個前面書信上嘅擴充3個研究咧？吼，張開始嘅時間，敢有乜個好笑嘅事情？我們都50人世界，我應該朋友人接觸一個那個去3個班長擴充3個，啊，這50人世界啦，係嘛？好，個南面就來參加呢，第8就參加跟那個。 國語、閩南語，然後客家語的綜合的個歌唱比賽，總共拿到3個字嘅那個第3名，還有3000元的獎金哦，獎金一些哦，係啊，係啊，給我很大的個動力就係啦，係啦，各位就他們有，他們係就參加腦力大擂台嘛，哦，你看比賽畢業，他們有沒有？ 他們有一百個時間，半年的超過半年的時間，係啊，經過重重的關卡呢，經過了欣賞啊，然後自投哈，中國最大的轉捩點也是在這裡，較會衝一啲嘅啦，哦，另外台北田川應該是咩衝嘅，譬如10年有去參加失敗，差唔多有嘅啦，啊，就有300有1位，100最後成績就會拿到3個字組的第6名，100。 哦，今年這個拿有我變重數組啊，拿到第1名，這個非常的歡喜啊！真厲害哈！跟你特別一開始創的時間，有你談唔識的人會講誒，喂啊，種張學家有冇？我記得我張學上過噶，乜個跳因為談唔識嚟啊！100個乜個現場演奏嘅哦，創個呢創個3個字嘛，對3個字啊，用平板創到刷啦。 啊，這個唔啲啊，迄個出動厲害啊！哦，係依佢啊，朋友講，誒，家個3個字能衝平板，很強啊，我衝到完啦呢。係啊，真嘅要厲害呢。係啊，七個上上。做到嚟參加你嘅啊鬧熱猜歌有嗎？好啦，係啊，過100迄個，我在虎頭山虎群嘛，我就上那個練山歌啊。 一群那個義工啊，什麼唱得津津有味，我都讓俺粉絲你嘛，哎，我唱滿意，哎，大哥，剛剛你唱好像是在念經呢，但我啼笑皆非。念經。你還有一個文化呢，講乜嘅？來，從唱高中欣賞。民俗歌咁樣唱一條3個字嗬，唱來以後啦，以後談。 哦，本來就嘅有順，嗰個佢聲，佢咩聲音各方面嗬，也配合咗以後啦，佢唱個3個字也唱個清潤嗬，彈到清順啦嗬，一般唱歌主人呢，本人彈到講唔好有壓力，哦，佢咪佢唱個也3個字，他
唐都主安尼亲孙啦吼。不离国家是迄讲爱老人讲，也杜芳油嘛个做得还应把要注意的素材吼。其实根本你咬丝各方面吼，你都有去注意。可比讲13乡镇嗰只14，同样係很多入上司吼，處理得當好些。但是台灣第一嗰只夜市吼，我考究一下哦哈。還有頭一日出山頭嗰只頭絲，有冇愛去研究一下？現在要做嗰只三金剛，唔可以吊起來，但是嗰只三絲唔可以吊起來，創嗰個鹽樓，佢本身黑化嘅鹽會有衝突，係對我哋嚟講很多倒置啦。也要注意下，其他基本上冇乜大問題。因為唐一條三國字，假使基本嘢係講，嗰比賽嘅係按嚟創，我打題。哎呦！對，什麼先生？剛剛你用嗰張啲大口，哎呦，做文書過呀，唱歌用我比條白下順很多。係啊，因為我第一擺糖嘅事情啊，吃到還。就會普通，就咁樣上演一講，哦，槍力，兩兔啊，玉米啊，泡嘅全部都清好糖，哦，經驗啦，係啊，經驗久嘅，對，咩是夢啦，係啊，按自己啦，按家己按照顧我哋嘅節目啦，係啊，按好衝三國，係嘛，好衝咪係啊，好，係這個比賽哈。還一百這個來唱歌，我們大家聽。好，安子 C， 多謝，好，謝謝，好，來回做休息哈。可以哈。安子 C， 對，我唔做到70人 C。係啊，70人 C， 哈，條人講啊，40咧，條講，拿着麥克風同條講啊。40年前。好啦，來沙下啦。好，沙來大條名係用風言啊。哎呦。用風用帶來羅山歌。好，嚟唱歌啦。
哎呀，宝妞最后，哇，李思仲。李思仲吼，李思仲，帅哥美女主持人，嘿，看李湘勇的给你吼，对，蹭一下，是，体育名的冠军的啦，唔单止我去唱歌的，对嗰個布衫嘅地方，咪付出當多啊，客家文化嘅方面，係嘛，貢獻精態呢，一樣啊，係啊，因為想要參加嘅。活動嘅比賽，田春嘅比賽，剛好有機會，呢幾年有4、5年，疫情的關係啊，有啊，之前嗬係協辦我哋鄉公所嘅8、9年哦，協辦他們的3個比賽啦，是小場啊，唔過咩先無限咯，就冇去比賽，今年呢嗬，佢去年當咧先機啊，揾鄉長嘅呢，佢就鄉長下撳嘅。他敢把那個田川嘅有冇？頭擺有種強熱啊，我就冇比啊。你把改進前，我就好比。時間改了，你做得去比賽，你參加。本來做動嘅同人報山咧強熱啊！我青少年嘛，我想講我70人咧還蠻比到嘅。哎呦，真係哦。做得不用一擺報山咧，不用提起。佢做唔得啦，佢講你係咪？做唔得去做，不用得自己參加做同電然後做理事長，再比啊理事長。哎呦，雙重身份啊！我在場吼，有人都介位啦，冇都個做唔得啦。當然啦，要坐鎮在那邊啦，係嘛，自己期盼嘅。對啊，所以入擺我出題擺比賽啊？沒有，頭擺我有比過4次。比過4擺，每次都有入圍啦，就是通過提4名就冇得咧，頭擺38個吼入圍50天天。哎呦，我全部做了。所以入擺就等他家已經都比退了，就我。沒有，很大條命不是，入擺咩新運很用了，啲入擺改編啦，你就頭擺係8個啥，入擺係。50個錄音家庭天，佢唔會聽到嘅人都熱啲做出兩日出難咧，我都好想我用天羅報名係啦，你下都係用誒。南酸從書組嘅好上，間啲做的人用天羅報名，對係，哦，就報到人有報到啊，有養到嘅啦，養到嘅啦，有實力好啦，來，按從頭按先來搶戰役欣賞。好，來。你朋友啊，即係講人嘅係地嘅啦，山歌在呢寶山啊，可以講係非常非常風行，尤其係觸動嘅片嗬。人嘅歌唱咧就風聲啊，非常好。所以一路當道嘅出來嗬，名人千多。所以呢度嗬，人哋一唱到了鼓勵呢度，按樣嘅演技係唱得到，按樣嘅戲，要按樣嘅腳上嘅嗬動作。咁邊度真嘅？製作單位所有唱嘅是非常的好。感謝。好，加油！支持，多謝。什麼欣賞？唱你最欣賞？好，朋友手機呢，都當年擂台認識你，然後經過咁多年呢，身經百戰呢，經過咁多嘅咁嘅戰況，所以呢唱歌有進步。但是呢，羅山歌雖然佢係自由版嘅來講。但是你嘅歌詞嘅部分呢，唱到挺詳細的，都個比較一隻詩咁樣人都個圖係因為你時常會唱，你讓做得唱比章，嗰啲話讓學嘅人根本都會飛踢，會唱到飛踢，讓唔會準，人準咩唔會準嘅，所以好彩你，因為唱得多咧，所以你啲講拗轉來。要拗進來，冇強是會非洲意咧，然後注意，唱歌唔係拖長時候，你本人彈呢順意，而行順流水當按樣嘢呢，順意好彈，按樣嘢係重要，好冇？嚟加油！好，安子謝，多謝。大家幫我記哈，楊團長，來唱歌我們大家彈，理事長，感謝，因為有機會再過來唱歌我們大家彈哈，安子謝，好，謝，好，來回座休息哈，安子謝，好。
正经大棚做动天春日吼，做对门台自家做多，糖都按多后糖个山果，按多厉害个果树，会有按多果树，按张做油枪多的安尼节目，我来创过门大家谈啊，哎呀哦，这大棚啊呢，哎无按家都继续攀下去，以前好个果树没因困难的嘛，哎呀，高手在民间呢，真的，简单呢，好啊，今日安尼节目也告一段落啦，哎呀，要多谢大家收看，但好创果的朋友，结交了报名啦，结交打电话来，人叫6667人流浪等台去打电话。好，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，因为呢，多谢辛苦的评审先生，是梦评审先生，安子生，是梦3B 丛书组，你做光天从你丛书组的前3名，安子生，是梦小强老师，还有我最欣赏，谢谢老师们，谢谢。还有现场的各种演员辛苦嘞，安子生。好，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支持收看呢，闹热大擂台，闹热共下来，再见，拜拜。